我现在在辽阳东京陵，看见景区维护暂停开放，有很多问我东京陵现在开放吗？还能过去参观吗？现在我就在东京陵，东京陵现在景区维护暂停开放，大家如果想来的，暂时不要再过来了，如果什么时候开放，我会做视频或者是直播通知给大家。有的时候还有车来到这里，但是现在东京陵已经是关闭状态。暂时并不对外开放，所以大家近期不要来辽阳东京陵了，这里暂时在关闭状态。